由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主辦的中國移動賦能香港社會科技創新發佈會於3月19日隆重舉行。發佈會正式發佈數字聯創平台 HK Sign， 展示中國移動香港在數字科技領域的創新成果，並探討如何通過數字技術賦能行業轉型，助力香港建設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中國移動通信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懷達先生在開幕詞中表示，數字聯創平台 HK Sign 是中國移動服務香港數字化轉型發展的重要載體，通過能力標準化、服務產品化和生態平台化，實現技術能力與產業需求的精準對接，助力企業更高效、更優質開展數字化轉型，全力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智慧城市典範，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貢獻新動能。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教授 JP 在致辭中提到，感謝中國移動集團及中國移動香港一直以先進的信息通訊技術服務社會，引領業界走向數字化發展。相信中國移動香港打造的數字聯創平台將會通過以科技賦能，為社會各界帶來更多創新的解決方案和服務，解鎖各行各業的無限可能，共同為香港創造數字未來。